唔知恁敢知影讲，伫咧古早时代，共款有护照。台北市文献馆头一届展览一寡正特别的收藏，希望民众会当透过历史文物来了解台湾社会发展。古早护照写作啥款？日本时代清朝人要来台湾做事，原来嘛爱有工作证，搁有共社团总子孙的贵邦书等等文物。台北市立文献馆今年70周年，头一届展出一寡经典的馆藏。那每一区呢，都是透过像是有文件、古文书、地契，或者是结婚证书，去呈现很多人的一生的一个发展，跟很多台北慢慢迈入一个都市化的进程的一些见证。自人的用品到公共卫生，呈现清朝到日本时代到战后百姓生活，内底阁有一领用9万粒培珠所添的泰雅族的培珠衫，首度公开，是传统泰雅族家庭的传家之宝。伫民国102年，公告加做台北市的一般古物。那它是用砗磲贝，用数万粒的这个砗磲贝，把它打磨成绿豆大小的珠子，然后编织而成的一个衣服，那是在泰雅族的庆典的时候所穿的。台北文献馆表示，这历史文物拢有见证人类历史发展的依据，并不是用价值来做收藏的判断标准。这届地点伫西本县市广场的树心会馆，会对即马开始展到10月初。记者陈阿文、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。